连连今宵老忧愁。边水连皮那管天破衣，也背在。Hello， 欢迎我们的蛙贵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感恩我们的管理员。线上朋友呢，如果进来的朋友呢，跟我打声招呼。稍待会一下呢，我们先来聆听一下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咯。讲做国内真是怪命，经济又扣出身帝王家，老君得应怪害我驸马，照因白囝。各官显将好名声。Hello， 欢迎我们的 B1 大大哈，我们的这个蜜蜂大大。为什么是早安呢？你是刚起床吗？那也太幸福了吧！虽然说呢，我也睡了一整天哈，但是呢，如果你是刚起床的朋友呢，那我只能说呢，非常非常的幸福哦。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呢，都会唱一首歌曲，是我们的电台之歌哦，叫做我们歌仔戏的多马调，一起来聆听喽。欢迎收听我们的电台。是八点，予恁来笑嗨嗨，阮的节目卖凊彩，内容知识长时行，现在才袂先行行，片段歌行广播予恁听，祝恁金财宝满大厅。文化推动的电台，平安顺心吉祥感恩，欢迎你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也欢迎呢我们的皮筋的小蘑菇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喽。哇，皮筋的小蘑菇呢，最近都非常的准时而且呢，我们的淑芬姐这几天跑去哪里了？有没有跟她联络一下？这几天怎么都消失了呢？哇，我们的皮筋的小蘑菇说呢，跟我们这个蛙贵问好哦。那呢，这个蜜蜂大大呢，这个 B1 大大说这个床塌掉了，对不对？那呢，
你是不是有问题想要问这个蛙贵呢？是不是有关于蛙贵的故事呢？你可以先询问他哦，吼。不外乎呢，这个节目一开始都要跟大家播报一下这个明天的这个气象，明天呢，这个台北地区的降雨几率大概在30%左右，所以说呢，这个北部地区的朋友呢，记得带一下这个雨具，不管是我们的雨伞啊、雨衣啦那呢，这个台中地区以及台南地区呢，都大概在0%到这个10%左右而已，所以中南部的朋友呢，可以说比较幸运一点点但是呢，这个中南部的朋友呢，不要高兴的太早，因为呢，只有这2天呢，这个天气比较好一点点。再来呢，就会换北部没有雨，那呢换中南部下雨所以说呢，中南部的朋友不用高兴的太早，这个再过个1-2天过后呢，就换你们一起来下雨了再来呢是这个台东地区呢，这个降雨的几率大概在30%呢到40%左右，所以这个台东啦以及台北的朋友呢，这个雨具啦、这个雨衣、雨伞呢要多带一下那呢，等一下呢再跟大家来播报新闻我们的蜜蜂呢问说这个蛙粿是不是有2种？一种是这个米做的，一个呢是像是萝卜糕这样子做的那呢由我们这个蛙粿本人来解答因为呢这是他本人的食物啦来，欢迎我们的新树师兄，欢迎雨涵的广播电台。怎么结巴了欢迎我们的新树师兄说呢，欢迎加入雨涵歌仔戏新进的朋友呢，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帮我们按赞起来，感恩新树师兄。树上蘑菇掉下来了，没错他今天可能比较饿一点点啦所以说呢已经掉下来找食物了这样子我还有朋友呢，他非常的喜欢改车那呢改完车之后呢他就说最近呢根本就在吃土连这个科学面都吃不起那也蛮可怜的。刚刚呢先跟大家播报一下呢明天的天气，所以北部的朋友以及东部的朋友呢就要记得蛙粿说呢他只知道呢这个蛙粿有分甜的跟咸的这2种原来还有分2种这个呢可能就要问蛙粿本人或者是呢其他长辈族群因为我真的也不知道还有分2种口味。等一下呢要跟大家来播报新闻今天呢很多的新闻有关于这个南部地区的有这个车祸的啦，有这个大火的啦，也有呢当然也有北部呢也有这个酒驾的所以说呢大家呢都要注意一下安全。另外呢是一个新形态的诈骗案你没有吃过甜的蛙粿那新树师兄你住在北部还是中部对不对？那呢欢迎来台南地区或者是高雄地区保证每样食物都是甜的不论你吃个蛙粿啦吃个米糕啦，吃个这个面线羹啦还是吃个这个脯水鱼羹啦这些呢所有都是甜的，不会让你吃到这个咸的食物再来呢跟大家讲如果你有去到医院不论呢是开刀啦，甚至呢看诊的朋友呢，如果在诊间外面有这个男子或者是呢不管是男生女生跟你推荐说呢他有私人的这个药啦，或者是呢私人的课程千万不要买。也提醒说呢，你的长辈族群，不管你的爸爸妈妈，或者是呢你的左右邻居都互相提醒一下。
因为呢，现在开始出现说哈，既然有一个男子呢，在这个手术房的外面哈，在骗大家说呢，他有这个他跟医生很好啦，所以说呢，他有在卖这个私人的药啦。那呢，当然呢，还是有这些长辈族群被骗哦。所以说呢，大家要注意一下。如果说呢，你有这个长辈族群或者是左右邻居呢，互相提醒一下说呢，这个不是医生所开的药，不是药房所买的药不要去领这样子。另外呢，当然昨天有提到这个瘦针，对不对？这个瘦针呢是要有处方签才可以使用的这个针剂所以说呢大家要注意一下，不要私底下在药房甚至在网络上买有可能会产生这些的副作用哦。再来呢，给大家唱个歌曲，是我们的《花娇艳》以及《良夜之歌》。等一下呢，再继续来跟大家聊天下去咯。昆阳广播七十相守，心不挂惜无离我，归爱多做几拜寿，年年今宵乐优秀。边水天地乐观天破意大地悲在一孤单好嘛一回过欢迎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是呢今天的主持人钱蛋雨涵。钱蛋是什么意思呢？在舞台上呢由男生去扮演女生角色，这个叫做钱蛋。那呢在我们这个一诺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就如同你刚才所听到的这样子的花娇艳以及呢良夜之歌是这个非常娇蛮的公主所唱的歌曲。所以说呢刚才所听到非常尖锐的声音，以及呢会有很多花腔式的转音这是我个人的特色。那呢也欢迎大家呢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哦。不论呢在谈论戏曲文化，在跟大家讲明天的天气，以及呢还有跟大家呢来聊今天的即时新闻哦。我有看到呢底下有好多人的留言哦，先欢迎呢我们的楼宇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
以及呢，欢迎呢我们的美玲哦，美玲今天也非常的准时，还有我们的 FIV 大大，FIVE 大大说呢，这是黄梅戏吗？不是，这是我们台湾的歌仔戏哈，也就是大陆那边的叫做湘剧这样子了哈。在呢这样的歌仔戏的过程当中呢哈，我们都会播报一些新闻，以及呢明天的天气哈。那呢，柔宇昨天也有上来玉涵的广播电台哦，但是呢，你昨天上来的比较晚一点点哈，刚好我们要下播的时间，所以先跟你说声抱歉哦。再来呢，也都非常的欢迎大家呢，去重复听一下呢我们的回放影片。因为呢，今天已经播报到我们的第80集咯，相信呢这80集的当中呢，除了这个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是固定的以外呢，其他有很多我们的新的知识啦，不论呢书籍的，不论呢新闻的等等之类的哈。等一下呢，再来跟大家聊聊天。我有所看到呢，大家开始聊起来了。讲到吃呢，这礼拜呢的礼拜日是不是冬至呢？你喜欢吃什么样的汤圆呢？比如说你喜欢吃这个红白相间的这个原味口味的汤圆呐，还是说呢喜欢吃呢里面有包这个花生以及芝麻的呢？现在呢很多联名商品有包这个红茶拿铁的啦，有包可可口味的啦，有包呢这个咖啡口味、芋泥口味的啦，甚至呢现在有厂商做出来外面呢做这个草蛙柜以及昂菇柜的这个外在，然后呢里面包了这个芝麻以及花生你们喜欢什么口味的汤圆呢？也都欢迎呢讨论上来咯。不外乎呢，讲到吃等一下呢要来跟大家聊聊吃的东西。但是呢，先跟大家聊一下，你吃锅烧意面的时候呢，会加沙茶酱吗？最近呢，这个沙茶酱开始要涨价咯，所以说呢，如果你家里还没有这个沙茶酱的朋友或者是呢你家呢煮菜呢，或者是加这个火锅呢，一定会用到沙茶酱的朋友呢，赶快去囤货了因为呢，现在呢，再来的锅烧意面呢，也都要开始涨价咯。先欢迎我们的张芷龙朋友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也欢迎呢我们的 HIU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哟。新进来的朋友呢，欢迎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宇航广播电台呢，在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那呢都在唱一些文化戏曲的，甚至呢有一些明天的天气，还有今天的即时新闻，所以呢感恩大家欢迎我们的这个芷龙朋友是我们这个 B 大大的这个好朋友吗？等一下呢再跟大家呢来聊聊天来，我们的蛙贵说呢，喜欢吃这个花生口味的汤圆先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然后呢，这个 B 大大说喜欢吃原味这个皮筋的小蘑菇说呢，喜欢吃这个咸汤圆，而且喜欢加这个茼蒿菜这个呢，这个皮筋的小蘑菇是我们中部的朋友吗？还是北部的朋友呢？通常喜欢吃这个咸汤圆呢，不外乎要讲到客家这个客家的咸汤圆呢，特别的好吃没问题。互相的了解呢这个文化戏曲刚刚呢有给大家唱了一下这个花娇燕以及良夜之歌，再来来给大家唱个歌曲因为呢有我们的新进朋友进来，给大家唱一下呢我们的七字连、七字摇板跟我们的带七字一，听听看呢不一样的文化戏曲
等一下呢再来继续聊下去，这样好吗？等一下呢，会跟大家继续聊一下吃哦，因为呢，刚才有讲到这个沙茶酱哈，先来聆听一下七字连、七字摇板跟带七字一哦。皮基的小蘑菇是中部的朋友没错，那你是客家人吗？小小的偷偷的问一下哈。如果是客家人呢，也不错哦。有机会呢，跟我们讲个客家语这样子哈，来听一下歌曲喽。公主做事理不明，颜色予人心头痒。同手假死啊医生病，奈何恁挑心不惊。驸马孝心，无将义。因为爹娘啊，望千里，红红岸边冲了去，滚泪去流啊来，才可以大水风管难消气。也歹八宝金相依，驸马无辜妻情义，便可王娘听伊。这首呢是我们的七字连、七字摇板哈，跟我们的带七字一，原本呢是在比赛的第2阶段所要唱的哈。但是没有唱到没关系了哈，我们就直播上呢给大家来聆听一下喽。再来呢，来回复一下大家哈。哇，最近呢越来越多的语言进来哈，有这个客家语的啦，有这个呢越南的朋友的啦，有这个新加坡的啦，有马来西亚的啦哈，有外国的朋友，还有日本的朋友哈，越来越多的朋友哈，我跳着念哈，所以说呢，如果说刚才没有念到的朋友呢，我不会跳过了哈，我等一下会再念回来这样子了哈，跟你们讲一下。这个皮基呢，小蘑菇说呢，不是客家人。那子龙说呢，你才13岁，然后呢，你这个外婆对不对？婆婆呢，阿婆教你这个客家语哦。那你是哪里的人？等一下，马来西亚吗？还是哪里人？这么厉害呀？会这个客家语，会华语，会英文，会马来西亚，还会一点印度啊！哇，这太厉害了！先截图下来，你的这个语言也太多样化了吧？好，真的太强了！你会客家语啊？我等一下呢来唱个客家的平板调呢给你听一下哈。我稍微唱一下客家的平板调给你听一下。那呢，这些呢，朋友呢，你们稍微听一下。然后呢，也有很多朋友早期都有听过了哦，所以说呢，你们就勉强再听一次哈。先等我喝口水，等一下呢，来唱一下客家的平板调给大家听。好来。今天呢会听到说今天的声音应该比较好一点点因为呢我今天睡了一整天，从早呢睡到晚这个白天呢我睡到11点，然后呢这个晚上呢不对，下午时段呢我又从1点好像睡到4点，还是睡到几点所以说呢今天是一整天都在睡觉的行程。来听一下呢客家的平板调。这是我早期学的，所以说呢，如果唱的不标准呢，就敬请见谅喽，哈。有寒流来时，哪来接啦？从山流来过那，贫穷流来富
有那来故意，命中了来听伊那哩哩啦哩哩啦哩哩啦哩啦。哩啦哩哩啦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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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哩啦。好了，只会这一段哈，其他我不会了哈。就是呢，在我国小呢，这个5、6年级开始学的哈。那呢，现在已经27岁了，所以我已经忘的差不多了哈。我的名字旁边呢，怎么还有一个皇冠哦？诶，你在说谁的？还有数字2，你在说这个 B 大大呢，还是我呢，还是谁呢？我叫做钱蛋雨涵，然后呢，旁边呢，你所看到的是这个圣诞树哦。那呢，我不知道你在说谁的。来，现在欢迎一下呢，这个 POPO 大象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然后呢，哇，看到呢这个很多的留言哈。直播呢都差不多呢，在这个9点多左右哈，就是从礼拜一到礼拜5的晚上8点钟呢，都有直播节目。那呢，我是主持人钱蛋雨涵。钱蛋的意思呢，就是在戏曲的舞台上呢，由男生去扮演女生角色，这个叫做钱蛋。然后呢，我们的直播节目呢，都大概在到这个9点多左右这样子哈，先跟大家讲一下下。那呢，蛙柜呢，你所看到的这个蛙柜哈，是我们这个雨涵电台的这个管理员哈，所以说呢，大家呢也跟蛙柜打个招呼哦哈。子龙是男生还是女生哦？男生吧，是吗？猜猜看哈，那如果猜错了也不要打我这样子了哈。再来感恩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刚刚呢有跟他聊到这个沙茶酱准备要开始涨价喽，所以说呢各位朋友如果说呢家里真的有需要这个沙茶酱的呢，要赶快去备货一下下，趁它还没这个涨价的时候呢。那呢，有这个锅烧意面的业者呢，也开始这个加这个沙茶酱的口味呢，要开始加15块原本都是加10块，那呢，开始说呢，这个沙茶酱越来越贵了其实以我们这个南部人我主播本人是台南人，所以呢，因为我们来吃这个锅烧意面呢，会认为呢，本身里面就有沙茶酱，为什么还要另外加这样子我来看一下POPO 大说呢，那个皇冠那个皇冠是这个粉丝的排行啦，然后呢，这个话多呢就会呢有这个皇冠了，就对了。原来如此我终于知道了我终于知道你们在聊什么皇冠了对，旁边呢是这个皇冠的排行名这样子了但是呢，我们蛙柜是我们的管理员，在我这边我看得到他一个工具的这个管理员其他的我不知道了来，这个呢我来看一下这个子龙是男生是不是？那呢，这个第一大是男生还是女生呢？是女生来，欢迎我们的可恩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是的，如果呢你要叫这个 B 大呢，你就直接叫他蜜蜂就可以了因为呢他是我们很厉害的这个他是学生但是呢他自己学这个绘画原本想要去读这个艺术学校了但是家人不肯，所以说呢没关系，那就自己来学创作。
他画的作品也都很好哦。改天呢，我会一一的把它分享上来，这样子啦齁。我们的皮筋的小蘑菇呢，跟这个小恩来打招呼。皮筋的小蘑菇说：“小恩来听歌仔戏哦，掌声鼓励鼓励。”也欢迎我们的这个可恩哦，可恩来很久了，我没看到，我不知道，抱歉哦。好，欢迎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再来呢，来跟大家聊聊齁，最近是不是有很多的酒驾啦，以及呢毒驾的齁？其实齁，在这个喝醉酒的男生的旁边啊，或者是吸毒的旁边，甚至呢，这个抽烟齁，吸到这二手烟呢，都非常的危险齁。为什么呢？跟大家聊到这个主题呢？因为有一个女子在我们台南地区哦，这个3月份的时候呢，她的婴儿这个小婴儿死掉了。那呢，原本以为是这个呛奶这个呛到这个牛奶而死亡的，结果呢，解剖一验发现呢，这个婴儿的体内呢吸了很多的毒品啊、毒药啦等等之类的。但是呢，不是这个妈妈所喂食的齁，是因为呢，这个妈妈呢，在这个音乐会馆工作，就是类似像酒店这样子来工作齁。那呢，就把这个婴儿带在身边，那呢，就会常常吸到这些二手烟呐、这些毒品啊等等之类的，就导致呢，这个婴儿呢，哇，体内有很多的毒素哦。所以说呢，其实我们一般来讲说站在人家的旁边吸到这个二手烟还好但是呢，其实默默的呢，在你的这个体内呢，长了很多的这个东西了然后呢，这个 POPO 大说呢，就是大美女，你别这个我要怎么说呢？POPO 大废话最多的第一名不要这么说，大家呢上来这雨涵广播电台呢来做互动呢，都非常的好，气氛也都非常的棒哦，掌声鼓励一下。刚刚有跟大家聊到吃的啦，然后呢有跟大家聊到这个不管是这个汤圆啦、沙茶酱啦，以及呢这个这个婴儿的妈妈呢是这个音乐会馆的这个公关所以导致这个婴儿呢吸入了很多这样的毒品。再来呢跟大家呢来播报一下这个酒驾呢非常非常的恐怖就在今天的早上这个台南的安平有一个清洁队员呢被撞死了，而且呢是因为这个酒驾的男子呢开车撞上这个垃圾车的后面撞到这个清洁队员，这个清洁队员就被夹在中间而被撞死了。那呢这个垃圾车的这个驾驶呢，就赶快跑下来呢，赶快求救啊！想不到说呢，这个垃圾车的驾驶呢，居然是这个清洁队员的男友所以他们是男女朋友的关系。当场看到这个女友呢，被这个车子所夹死。所以说呢，大家呢也都注意一下这个酒驾这个我们旁人无法预防啦，但是这个影片一出来呢，还有很多人在这个出车祸的当下呢，这个车子呢撞在这个垃圾车的后面居然还有人在丢这个垃圾大家呢如果有看到这样的场景，如果有看到大家车祸呢，尽量去关心一下，不要还在后面丢垃圾这样子了所以说呢，不管是酒驾啦、毒驾都非常的危险。包含呢，今天呢，在我们的这个花莲地区有一个喝醉的男子拿刀来亮相底下呢开始留言聊起来了这个子龙呢和我是同一国马来西亚的朋友啊，没问题，先欢迎我们的 POPO 大以及子龙都是我们马来西亚的朋友，也都欢迎呢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因为呢POPO 大有说
现在的这个马来西亚的戏曲比较少了，对不对？都会请呢，不论是大陆地区的，甚至呢我们台湾地区的呢，这样子来这个演出，所以呢也感恩我们的 POPO 大以及子龙哦而且呢，我们的子龙刚才有介绍到才13岁的小朋友，明天要读书吗？明天要几点起床呢？也都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哈。先欢迎我们的星辰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星辰呢跟着蜜蜂打招呼哈。然后在这个槟城啊，原来如此哈。然后呢，这个等一下，什么给我钱，然后呢找老师，所以是找老师给你钱吗？那老师做这个广播电台已经没赚钱了哈，还要给你钱，那就也太困难了吧。没读书啊，没问题。那呢，现在在做什么呢？或许在工作了，还是说呢，在家里帮忙呢，也都可以跟我们聊聊吼。欢迎我们的子龙哦吼。刚刚呢，跟大家聊一些新闻，然后呢，先跟大家插播一下这一则新闻，等一下呢，再来聊今天的主题内容哦。不要忘记先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新进来的朋友呢，我们底下的资讯栏连结呢，也有我们的赖群组的连结哦，也都欢迎大家加入，会有直播通知，以及呢周末会跟大家说呢哪里有得看戏，以及呢还有一些影片呢给大家做个进修活动这样子了哈。再来跟大家播报花莲的新闻喽。花莲呢有一名酒醉的男子他呢就酒醉当中呢，他就吐了在这个菜摊的前面，结果呢这个菜摊的老板呢就阻止他跟他讲说呢不要在这里吐可能到了旁边一点等等之类的阻止他。这个酒醉男呢非常的生气就用脚呢来踢这个菜贩来踢这个菜摊，之后呢拿出这个折叠刀来刺伤了这个菜摊的这个老板，而且呢害这个老板呢去缝了14针幸好呢没有这个生命的危险。这个嫌犯呢也已经抓到了所以说呢大家还是呢要注意一下安全，不论呢是喝酒啦，或者是呢甚至抽烟吸毒的朋友啦，大家呢不要再出来伤害各位朋友了这样子。等一下呢要来跟大家聊一下呢今天的主题，以戏代心，以心代戏我相信呢聆听过这么久的雨涵广播电台呢，这个主题呢可能都已经有聊过了，但是呢等一下呢来跟大家呢来聊聊呢为什么今天要用这样子的这样的主题内容，这就对了这个呢 POPO 大说呢这个子龙是个小鲜肉，适合我的胃口那呢赶快介绍来给我了然后呢我也有这个脸书，马来西亚好像不叫脸书，马来西亚叫面书，对不对？面书呢叫做郑雨涵郑成功的郑，然后呢宇宙的宇，涵养的涵。那呢欢迎大家呢来加我的脸书以及 IG 特别是小鲜肉来，再来先给大家唱个歌曲面子书，没错没错，面子书呢我叫做这个郑雨涵，所以说呢都欢迎大家加我的面子书因为我不太确定各个地方的这个用语是怎么用了也可以说是 Facebook， 对，说 Facebook 比较简单一点点来，先来聆听一下呢莲花铁三郎以及风萧萧太祖金雕娘皇陵，贵妇提君王守礼亭，唯独公主顾尊行，驸马怒会满心兴。
了万姓。尊神加倍保重礼敬，听说笑我罗冠低音，恢复罪义论和平。哎呀，山岭行伊小小红灯，困在道边，遐尼情人，不由过爱红花影。这首呢是我们的莲花铁三郎以及风萧萧哈，我所有看到呢底下呢在问说呢，为什么会有人叫人家闭嘴什么之类的哈？如果说呢这个网络上呢大家哈不用去理哈，就是酸民有酸民的方式，然后呢闭嘴有闭嘴的方式，然后呢各个人呢我们都不用去理这样子啦哈。因为呢，我有我的管理员会帮他管理一下下，所以说呢，大家不用太在意哈，你们这令开刚力呢哈，就是你们尽量的聊没有关系的。但是呢网络上的这个互相认识呢，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哈，不要太过于这个不要太过于把这个自己的资讯哈，这个各自投出来，这样就对了哈。有没有在问这个 B 大有没有画画哈？他还没画哈，还没画这个小鸟，因为呢他在帮我画昨天那个枕头套这样子了哈。应该是吧？B 大你开始画了吗？没有说不要画那个小鸟了哈，小鸟也是可以画，只是说呢，这个枕头套哈，你可以先画这样子了哈。今天的主题呢叫做以戏代心，以心代戏。等一下呢，来跟大家聊聊天哦。为什么呢？今天的主题呢又轮回来这个以戏代心，以心代戏哈。因为呢，这个明年度的上半年的第一季哈，我去到这个日照中心呢，不论是哪个日照中心的主题呢，都是呢先以这个以戏代心，以心代戏哈。那这是一个主题内容。那呢，今天哈，我刚才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呢，因为我在家里哈都穿着一件上衣，然后穿着这个内裤呢，这个内着呢，就这样子在楼下吃饭去哈。这个我妈就说呢，有这个基督教朋友呢，要来这样子哈。我没有听到是明天要来，我说呢，今天要来你怎么没有跟我讲害我还穿成一身这样子等一下他来了看到怎么办这样子他说了没有啦，是明天才要来那呢我爸就问我说呢你会不会冷啊？怎么这个天气呢你还穿这样子而已我说没有这个呢不会冷啊我们是呢这个演唱的歌手，所以呢第三首呢才有露这个3点才有穿成这样子。那呢我们就聊到说呢对以前呢在这个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空楼堆，就是呢开着一个大卡车然后呢这个舞台就可以展开这样的空楼堆呢这个唱这样的空楼堆呢其实还比歌仔戏好赚一点那呢我爸就说你要不要干脆去转行唱这个空楼堆啊呢所以呢就觉得很搞笑，就把呢这个以心代戏，以戏代心的这样的主题呢把它带进来这样子那呢对我们 POPO 大说呢进来的朋友呢，大家就好好的聊天，好好的互动没有错。感恩大家呢喜欢我们雨涵的广播电台，给你们一个掌声鼓励鼓励。
宇航广播电台呢，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会上来跟大家直播。那呢，我们都会直播一些戏曲内容啦，以及呢我们的明天的天气，还有新闻的小知识。还有呢，跟大家来聊聊天，做个互动，做个善的循环哦。感恩我们的蜜蜂哦，我一直呢在老师的旁边交朋友，这样子哦，没问题的。互相交友呢是好事哦，当然呢，也要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哈，或者是呢这个财务的安全。等一下呢，来跟大家播报呢，这个桃园哈有这个引狼入室的这个新闻哈。等一下呢，再跟大家聊聊天哦。对，然后呢，今天会看到我这个喝饮料的频率比较少一点哈，因为我里面加了波霸，所以呢还要咬，所以说呢，会看到我这个喝饮料的几率比较少一点，可能喝水的几率比较高。等一下呢，来跟大家播报一下引狼入室的这样的新闻哈。然后呢，这个子荣问说呢，老师呢，你认识他们吗？在网络上呢，在这样的线上我认识，但是呢，私底下我不认识哦。私底下呢，我谁都还没见过哦。所以说呢，在网络上我们大家认识，然后呢，大家来聊聊天这样子。那呢，当然呢，我们的蜜蜂呢也有加我的这个赖群组里面啦，所以说呢，也有加我的 IG， 那呢，我们大家就互相的来聊天来认识。那呢，你可以认识我的人，认识我唱歌，认识呢我们播报的内容，也可以呢认识线上的好朋友，这就是一个平台哈，非常好的平台。所以别忘记哦，先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也别忘记呢分享给你身边的好朋友。分享至你的脸书、IG 以及呢你的赖群组哦齁。唱首这个财神到，什么财神到，当当当当当。等一下，这到底是什么电视台哦？一下子呢唱个这个财神到，一下子唱个戏曲，然后呢之前还有唱这个台语歌的，还有唱过基督教的这个圣诞歌的啦哈。哎呦，真的是太搞笑了。再来呢，来跟他呢来播报一下呢这个桃园的新闻哦。有这个呢夫妻吼，他就想说呢，这个管理员吼，这个大楼的管理员呢都非常的好，都会帮忙呢照顾一下这个家里的老人家，所以呢这不外乎吼，这个钥匙呢就放在门口，可能藏个地点。那呢这个管理员呢就3番2次吼，会去把这个钥匙呢偷来，打开他们家的这样子的地方呢来偷这些财物啊，有偷这个黄金的啦，有偷玉的啦，有偷这个金钱的啦，等等之类的。偷完之后呢，这个管理员哦，还有跟这个对方呢，来跟这个屋主来借这个钱。借完之后呢，因为这个管理员呢，把这些黄金拿去贩卖完之后呢，就换一些钱回来，对不对？然后呢，再把这个黄金所贩卖的钱呢，还给这个屋主等于一个算一个善循环嘛，也蛮搞笑的就跟他借钱，然后呢用无本的生意呢来还钱，直到呢这个屋主呢终于发现了，调阅了自己家中的监视器才发现呢原来自己非常信任的管理员呢做取这样的事情，所以说呢他也要注意哦。如果说呢不论你非常信任的人呐，或者是说呢，像是这样子在网络上的交友啦，还是说呢，私底下呢，你已经交了一段时间的朋友都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自身的财物啦，或者是呢，等等之类的这样子啦
主播要不要试试呢？用这个马来西亚的语言呢，来跟大家来聊聊天哈。这个是有点困难的哈，因为呢，你们没有教我哈，所以呢，我也不知道怎么用这个马来西亚的语言哈。然后呢，这个蛙贵是位大姐姐，大家要尊敬尊敬哦。没有，蛙贵呢？等一下，我要帮他讲一下，蛙贵才这个30岁左右或者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跟我的年纪差不多本人27岁所以说呢，蛙贵跟我差不多他是我的管理员。你如果叫大姐姐呢，我怕他等一下会生气等一下呢，我等一下会不会私讯就那个收到他的留言这样子生气，你为什么叫我大姐姐这样子正妹小姐可以了先欢迎我们的蛙贵，尊称她为正妹小姐才对尤其呢，蛙贵的爸妈也会看雨涵的广播电台，所以呢，先跟蛙贵的爸妈说声抱歉等一下这个蛙贵的爸妈也来私讯我这下代志的大条，这下子呢就严重了感恩呢大家的留言，然后呢，这个蜜蜂说呢，大概来听第4次了然后呢，蜜蜂也从第1次就开始追踪了所以说呢，也感恩我们的蜜蜂大大。然后呢，子龙在问说我的本名本名叫做郑雨涵，也感恩呢我们这个蛙贵帮忙解释因为呢，为什么叫做钱蛋雨涵呢？钱蛋是呢，这个在舞台上由男生去扮演女生角色，这个叫做钱蛋。那呢，我本姓姓郑或许是郑成功的这个后代啦或许啦如果不是我也没办法反正讲了都讲了再来呢，来跟大家播报一下呢这个高雄的新闻。那呢，等一下呢在播报之前，我们给大家来唱唱歌曲一下咯。好来给大家呢来唱一下我们歌仔戏曲调的7字连空奏什么叫7字连空奏呢？就是7字调呢，这个从头唱到尾的翻版从这个前奏唱到尾奏。那呢，我们一起来聆听看看不一样的7字连空奏，而且呢，我会唱2个角色，所以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我来呢诠释这2种角色的声音，这样子啦等一下呢，再来跟大家来聊聊天是，然后呢，好听7字没错感恩我们的这个丽华姐姐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先感恩我们的丽华真的是非常的支持雨涵的广播电台，你的影片下的留言我都有所看因为呢这个频道呢以及我的脸书 IG 等等之类的都是由我个人在做经营，以及呢这个雨涵电台所以说呢我自己呢都会下去看这些留言，也都是我本人回复的所以呢先感恩我们的丽华，感恩您。好了，先来聆听一下7字连空奏，等一下呢再跟大家来聊天咯，感恩大家。秋难改，中中心锁随人在。何呀？已经相随七十，相守将人
海海，相亲相爱。伊爱阮对心行百里啊，实在太乱来。我回府好受亲像姑娘，受亏又分开，红红的笑脸无悔做定的爱，一步行顺选骄我自大，往下成现态，过牛卖冤家。无共心怎出彩，情深渐将成地带，伦理何以知，何以来排解。我突然间看到底下的留言有点搞笑哦。这个呢 ，W 大说在唱东西这样子了，好，这两个字我不要念出来。然后呢，大家开始唱你样子的东西。然后呢，子龙也说这个真没礼貌哈，没关系。那呢，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喽。那呢，雨涵的广播电台基本上不会给大家封锁留言，然后除非说真的太夸张的，那呢我会请我的管理员帮我管理。所以呢，先感恩我们的蛙贵。然后呢，子龙在问说呢，那个字念贵歌乌偶果丸果这样子丸果。这个是我们的台语叫做蛙贵啦哈。那如果是国语字呢，是丸果这个米字旁的果这样子啦哈。所以说呢，先回答一下我们的子龙，因为呢，是我们马来西亚的朋友哈。马来西亚的中文呢，跟我们可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就是呢，你们应该是比较简体字哈。来，先欢迎我们的靖龙进来我们的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先跟大家讲呢，我们呢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雨涵电台的直播节目。那呢，我是主持人钱蛋雨涵，所以呢，欢迎大家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再来呢，来跟大家播报2则新闻哦，有关于气爆以及火灾的新闻哦。那个子龙，那2个字是不好的意思，所以说呢不要学如果不知道就不要学了，这样子了感恩你哦先给你一个掌声鼓励。不知道不要学因为呢这个是脏话啦我们一般台湾人在骂的脏话，所以不要学这样子炒粿条，对，叉龟啊条炒粿条的这个粿这样子啦感恩我们的这个子龙，感觉很好吃，的确很好吃。那呢，子龙那边呢，马来西亚我先问一下我们的 PO 大，以及呢我们的子龙这个马来西亚呢有没有这个蛙桂这个东西，有没有丸果这个东西用米做的这样子来跟大家来播报呢高雄的火灾哦。高雄呢这个塑胶工厂火灾，所以说呢
因为里面都是塑胶哈，很多的易燃的物体哈，这个物品。那呢，这个环保局说哈，这个环保局当然有发出这个空污的提醒，以及说呢，其实哈，这个还要开罚的。但是哈，也问一下线上的各位朋友啦哈，这个呢，如果说你发生这个火灾哈，但是还要被罚钱哈，这样子好像也有点不太有道理了哈。就已经不太想发生这样的火灾了，还被罚钱哈，可能心里会有点干掉这样子了哈。然后呢，是不是表面呢有一粒一粒白色的东西呢？这个丸果马来西亚有，但是呢不同的叫法，那叫做什么呢？可以跟大家来讲一下哈。火灾恐慌，对，这个高雄地区有这个塑胶的工厂，所以说呢，大家也要注意一下。那另外一则新闻有关于台南这一则更恐怖哈，叫做气爆。那呢，脆脆的什么来的哈？这个蛙桂呢是用这个米哈跟这个糖，对不对？米跟糖，然后下去制作的，就长得像一碗的东西哈，很像萝卜糕，然后呢又很像这个什么东西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哈。有我们这个 PO 大哈，因为都是马来西亚的朋友哈，你们来对接一下，或许呢你们知道这个马来西亚叫做是什么这样子啊哈。因为我实在我也不知道。对，我们叫做蛙桂啊，蛙桂是我们的台语，那呢国语叫做丸果，但是呢应该是没有人在讲这个国语丸果的啦，是用米浆化糊是用米浆糊化呢，然后伴随着糖呢蒸而成的东西哈，一碗的东西，然后呢如果可以跟它形容是长什么样子，这是最好的了哈，这个。你知道了，那也蛮厉害的哦。来播报一下呢，台南的新闻这样子哈。丽华姐是在台南的朋友吗？还是高雄的朋友，甚至在中北部的朋友哈？台南昨天晚上呢，发生一则气爆哈，在这个台南的新营的地区，那呢当然呢有这个10户的这个住宅呢受到影响，以及呢波及到2个人受伤哈。那呢可能是在煮晚餐的过程当中，用这个桶装的瓦斯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哈造成这样的气爆，那也还在查明原因当中哦。所以说呢，台南的朋友呢，以及高雄的朋友呢，注意一下这个安全咯，感恩大家。哇，这个丽华是台南媳妇啊。那呢，欢迎你哈，有空呢，我们都可以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以及呢，台南很方便哈，不管要去哪里都很方便，去个国华街啦，去个这个新天地啦哈，去个新营新化啦，甚至呢去到白河地区啦哈，去到很多地方呢都非常的方便哈。媳妇是什么呢？媳妇就是嫁进来的，就是呢从原本自己家呢，结婚之后呢嫁到另外一家，这个叫做媳妇的意思了哈。不用崩溃，因为呢，我知道这个马来西亚哈，甚至我们新加坡的朋友，这个用语不一样，类似像老婆的概念啊，对，就是嫁进去这一家里面，叫做老婆的概念。那呢，这个公公婆婆就是男方的爸爸妈妈称这个女生呢，就叫做媳妇这样的意思啦，哈，这样子懂意思吗？会不会解释的太乱哈？因为这个社会的公民呢，通常也是我考的不太好的一科啦哈，所以可以解释的非常的乱哈。因为呢，这个通常这一科呢，我也是考的非常差的哈。等一下呢，再来跟大家播报其他新闻，以及呢，最近呢有想要到国外去看雪的朋友呢，也都要注意一下哈，什么东西呢不可以带出国外这样子啦哈。马来西亚叫做丸果，这个艾米糕哦，距离刚是连着合着爱吗？艾米糕是不是？
还是暖爱吧哈？是不是爱米糕？哦，原来如此。哦，那个蛙贵，你先截图下来哈，然后呢，这个哈我们可以发一则这个贴文哈，叫做说呢，原来这个蛙贵呢叫做爱米糕这样子哈，给各位朋友知道一下。顺便呢，在网络上呢，不论呢我们在交友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认识呢你们在地怎么来形容这个食物这样子，然后呢，这个星辰呢开始打这个用语了哈，这个后面我完全看不懂哈，这个只看得懂好吃吗？这个中间呢什么BUN 啊 GAO 啦 BUNGAO 啦，然后这边 list 的 HOEO 啦，然后什么鬼的哈，这后面一串呢我完全看不懂哈。如果说呢这个B 他应该就看得懂了啦哈。请跟我解释这后面这一串到底是什么？为何要在这个泰国吃粤式料理呢？然后呢，这个 B 大呢刚好相反，在越南呢喝这个泰式奶茶哈，你们两个呢都互相的交流哈。还有呢，这个 B 大呢会在越南呢吃这个泰国的这个榴莲，对不对？哦，是越南话，这完全我看不懂哈，因为呢，不止哈，我只会国语跟台语，其他什么英文啦，然后日文啦，然后呢，其他的语言呢，都需要交由我们另外一个心术师兄哈，有上来的时候帮我们翻译，所以呢是很困难的这样子啦哈。感恩呢，今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来给大家播报一下呢。最近呢，大家可能会想要去国外来看这个下雪哈，但是呢，你有听过这个叫做钉鞋吗？就是呢，在这个鞋套的外面呢，有一钉一钉的哈，它算是呢这个尖锐物品。所以呢，在出这个海关的时候呢，你不能穿这个钉鞋哦。如果呢，你是要去到国外，想要去看这个风景，想要赏雪的话呢，这个钉鞋这个套子呢，要记得把它放在这个托运行李的里面哦。感恩大家。这个呢，子龙说因为你太聪明了，哇，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人讲互相相补才袂超车，安尼就对了哈。也就是说呢，互相的这样子的来夸奖哈，也不错了哈。真的越来越多这个越南语了哈，你再打下去，我真的一个字都看不懂这样子。然后再来呢，在一中商圈呢，有人踩到这个子弹哦，当然是还没发射的子弹啊哈，但是呢，这个。当然也要注意一下安全哦，因为呢，这个子弹呢有这个警察去看了一下，我看，B 大你该不要说你无法回复他吧哈？再来呢，有没有人呢常常去比赛这个马拉松的呢？有这个朋友呢去比赛这个马拉松一直以来呢他都跑这个第2名到达这个终点呢宣布这个成绩的时候呢，发现他变成第4名，他就觉得很奇怪呀。原本呢他明明就跑在这第2名的这个位置那呢就发现呢，原来是有人代跑。什么代跑的呢？就是说呢，这个女生这个老婆呢，从这个出发点，从这个起点呢开始跑到一半的时候呢，把这个晶片呢交给这个男生所跑再跑到这个终点的时候呢，再把这个晶片呢交回给主办单位的时候呢，其实这一层呢都是这个男生所跑的，所以说呢，大家也都要注意这个这个偷鸡摸狗真的是投机取巧的概念呢所以说呢，既然是一场比赛呢，就要大大方方公平的比赛
这也就是说呢，这个公平自在人心哈，不要呢这个投机取巧。那呢，这个人呢，当然呢就被禁赛了这个1年，也把呢这个名单呢交给其他的主办单位，他们呢之后就不能呢再来参赛这样子啦吼。所以说呢，你有没有遇过呢？比什么样的赛事呢？它是有内定的，或者是说有遇到像这样的马拉松吼，投机取巧的把这个晶片呢交给老公去跑，跑完之后呢，再直接去交这个晶片的哈。我们尽量打这个华语对话啦哈，不然呢底下没有人看得懂，除外呢这个雨涵哈，我也看不懂这样子啦哈。让我喝口水，我们来唱一下我们传统的7字调哈。好，感恩呢大家回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先给大家一个掌声鼓励鼓励。蛙贵说对啊，大家都看不懂了所以呢，我们可以打这个中文的呢，我们就这个打一下中文拜托一下大家。再来呢，我们来唱一下传统的7字调，用呢我们一路打金枝 CD 专辑里面的这样的台词来所唱一下。PO PO 大宝去哪里了呢？怎么不见了呢？那就由你来 Q 咯哈。来，我们来唱一下7字调，感恩大家。世上好顶是伟大，虽然为尊你甘知？今日阮亲属着招牌。滚在青上，你敢知？在家父母对你的挺身，高贵公主犹如天上星。你对水人尊敬，生平公主对我来爱赛明。好咯，我们转回来这个国语节目了哈，请大家呢底下来讲一下中文了哈。刚刚呢所唱的这样的7字调呢，是在我们一路打金枝 CD 专辑里面呢，在论这个身份以及地位的哈，在说呢谁人为尊，谁人为大呢？那呢，我是公主啊，我为什么呢要去给你的爸爸妈妈来拜寿呢？刚刚呢所唱这样的7字调应该非常的好听那呢也欢迎大家呢好听的话给我们一个掌声鼓励不要外乎呢我们呢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那呢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节目的最后呢一定要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之前底下的留言拜托我们先转回这个中文了不然呢没有人看得懂，以及呢我还有这个线上的这个管理员挖贵他也看不懂所以说呢请拜托大家呢会讲中文的呢帮我转回来了来，欢迎我们的 B 这个 HON 大大，欢迎你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再
来呢，刚才唱到我们一路打进这 CD 专辑里面的这样的七字调，我们呢一样用七字调来所唱，但是呢唱我们的新卡北北照三关，该瓦受益回中晚，不一样的七字调，我们来聆听看看咯，感恩大家。新卡北北啊，照三关，该我所以哦，回中原。放下西凉啊，是无人管，一心只想保全。四困无单啊，百姓为无风无摇啊，花袂开。等待来三个啊，来当了主意。了会心啊，会交开。这是呢，我们传统的七字调哦，用这样的新卡北北照三关，该瓦受益回中原，给大家来唱一下。明天呢的台北的天气呢，这个降雨的几率大概呢在30%左右，这个台中地区呢大概在0%到10%左右，尤其呢我们的台南地区，恭喜一下哈，这个呢明天不会降雨哦，先来一个掌声鼓励鼓励。再来呢，这个台东地区呢，明天的降雨几率呢，大概也在30%到40%左右。所以呢，这个台北以及台东的朋友呢，要注意一下哈，带把伞，带个雨具哈，带个便利雨衣也好哦哈，大家要注意一下下哈。我来读一下哈。好哦，感恩呢我们的柔宇，掌声鼓励鼓励。然后呢，如果这个键盘玩坏了哈，就去休息了，就不要再打了哈。这一台呢，我们大家哈和平相处就好哦哈。不然呢，我会请管理员把你的这个文字哈来限制住了。所以说呢，如果呢没办法打出中文呢，就麻烦你哈帮我休息一下咯哈。再次提醒一次哈。对，感恩你哈，不要再玩了哈。好来，感恩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那呢我们呢来做腹式呼吸法以及感恩3件事情哈。虽然说呢我不太会管理这个线上的朋友哈，但是呢太过于过分哈，我们还是会把它拉回来的哈。来，我们来做腹式呼吸法以及感恩3件事情喽。现在呢，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再来呢，我们要来观察自己的气息哦。不论呢是在鼻腔间、在喉腔间、在胸腔间，甚至呢在腹部，还有呢贯穿到我们的脚底，以及贯穿到我们的脑中，都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我们要来感恩3件事情哦。
不论呢感恩呢你今天在公司，你的主管以及你的同事，甚至呢你的下属，今天在家庭当中，你的爸爸妈妈，你的呢这个兄弟姐妹，以及呢你的小朋友，还是呢路人也好，或者是呢这些服务人员也好哦，这些陌生人，我们呢都来感恩的3件事情哦。我们来感恩第一件事情，跟着我的声音，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再来感恩的第2件事情，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再来感恩的第3件事情，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你是否呢也感恩了3件事情呢？雨涵的广播电台每周1到每周5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哦。线上朋友别忘记呢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帮我们分享出去，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明天要再会咯，明天8点一样有直播节目。不论呢在你做家事的过程当中，甚至呢陪伴家人朋友的过程当中，一边来聆听今天的新闻以及明天的气象，还有呢这些戏曲的小知识哦。先来感恩呢，我们的柔语呢也从头听到尾，以及呢帮我制止了一下感恩我们的柔语。再来呢也感恩呢我们的子荣，我们的星辰，以及呢我们的 B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更感恩呢我们的丽华，感恩你哦，我们台南的媳妇台南呢所有东西都是甜的所以说呢煮菜的时候呢不外乎多买一些糖。那呢沙茶酱呢又要再涨价了，所以说呢如果有需要到沙茶酱的朋友呢，不要忘记赶快去囤货咯再来感恩呢我最辛苦的这个管理员我们的蛙贵，感恩你哦。以及感恩我们的 POPO 大大，感恩我们马来西亚的朋友，感恩 POPO 大。今天从头听到尾的朋友呢，都非常的感恩你们不止我们的 B 大啦，我们的蛙贵啦，我们的 POPO 大呢，我们的这个楼宇我们的这个丽华，我们的子龙，还有呢很多线上的好朋友，也都跟你们说声感恩哦。B 大说呢，感恩老师，感恩蛙贵，感恩星辰，感恩呢所有人，然后呢也感恩我们的蛙贵，最重要的好嘞，大家晚安喽！我们明天再会了明天晚间8点钟呢，一样有雨涵电台的直播节目。那呢，这礼拜4呢，这个台南艺术大学又有一场音乐会。那呢，我会去问一下到底是比如说他的音乐会的时间点等等之类的呢，我会在线上呢来跟大家来公布一下那呢，我们节目的最后一起来聆听一诺打金枝的 CD 专辑，大家晚安再会咯，感恩。柔宇说今天晚上头超痛超不舒服的，那要赶快去看医生哦感恩大家上来，我们明天再会咯。温阳光波起早相求，心不怕心不留，为爱多做天白首，延绵今宵。老有情。
子龙问说呢，是要准备关播了吗？没错哈，要准备下播了哈。我们从8点开始直播呢，通常都直播到这个9点多左右，快到9点半。那呢，大家再热情一点，就会播到这个10点哈。那呢，最多到10点啦哈，没有到这个12点或10点半的那一种啦哈。所以说呢，感恩大家今天上来，那我们明天再会喽，也欢迎明天呢子龙再上来哟。然后呢，我们的 B 大，我们的蜜蜂说呢，无尾熊可以调个颜色吗？没问题呀，你喜欢调什么颜色呢？就让你来调哈。反正呢，这个绘画呢是由你本人，所以说呢，也感恩一下哈。那呢，等你绘画出来，我会放上呢这个群组里面哈，感恩你哦。这个子龙说呢，变第3了哈，感恩我们的子龙，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明天8点再会喽。欢迎我们的小狗吃汉堡哦，你上来的时间点哦，好准时哦，都准备要下播了哦。既然有新朋友新进来呢，我们补个歌曲，然后我来看一下，我看一下哦，唱个都马调好吗？但是呢，我们唱个一点点就好了哈，唱个1分半的都马调就好哈。感恩我们的小狗吃汉堡，先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来听个都马调，感恩大家。中行必我将军神礼来拜，我并开条工，将伊使卡洗洗手，是我不该叫做将兵，夫妻才能在和谐。今日成年，这是你的错，本宫有完要加装。有人来我好，照片照行，我拢有照做，看你过爱，连来啰嗦，带你见着，命做行，全部对你对你来了。我不了忘情。我看到大家的留言有点搞笑哦。这个呢，这个子龙说呢，赶快大家赶快进来呢，就可以让我不要下播了哈。安内我也就忝呢哈。再来呢 ，B 大说呢，来挑战一个全年无休的哈。如果呢要全年无休呢，欢迎去观看一下这个回放影片，以及呢线上呢有很多的影片，不论呢是这个去比赛的影片呐、演出的影片呐、甚至呢直播上的一些短影音都欢迎呢大家去聆听，然后呢帮我按个赞，感恩哦。好嘞，感恩大家也感恩我们的这个丽香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感恩你。再来又有我们的丽香，我们的不管是新旧朋友进来感恩呢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呢，所以呢我们再来唱个歌曲啦，这样子就不能下播了。来唱这一首呢怒骂调是我很少呢在这个直播上所唱的曲调。为什么呢？怒骂调呢是我们在生气上的这个曲调啦所以呢我很少在直播上会唱这首怒骂调。但是呢等我翻一个歌词因为呢很久没有唱这个曲调了，所以呢
我怕会这个唱错了哈。来，我们来聆听一下呢，这个歌仔戏曲调，这电视歌仔戏曲调哈，怒骂调，感恩大家。这当中呢，我当然也会切换一下这个男女对唱了哈。那呢，等一下哈，再来回复一下大家，感恩大家喽。心惊胆战化悲哀，哪敢当唱千挂麦？想兵做事想摇摆，定调打落逼在上帝界。大道名字万金之句，怎令阿头来临诉？哎呦，来这里听！当着我是拍紧赛虎，你不免闪避，无通春秋。对啊，对我上殿兵棍哦，别插话乱讲，咱都无空间通参详。驸马今日上解用，三打金鸡不通用，观众你有想要看无？好了，后面呢我就不要再念下去了哈。来，我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哈，赶快去找你男友，然后呢，等等哈，这底下我就不要念了哈。再来呢，这个赶快呢，大家赶快进来哈，让直播主呢唱到12点哈。你都无感觉我会伤忝呢。感恩我们丽华的赞，感恩我们的丽华，也感恩我们的黄正哦，感恩你。感恩我们的第一大说好听哦，感恩你。好嘞，真的准备要下播了哈，让我们来聆听一弄打金枝的 CD 专辑喽，感恩大家哈，大家呢赶快去睡觉了，有的呢还有头痛的哈，昨天呢有人去拔牙齿的啦哈，然后呢有人头痛的啦哈，有的人肚子痛的啦哈，今天呢又换多一个这个头痛的啦哈，是怎样？大家最近呢这个保障一下身体啊。赶快去睡觉咯，嘿，好，这样子呢，身体才不会太多病痛哈。来，继续呢，来聆听一诺打金枝的 CD 专辑，我们明天8点再会咯，大家晚安。风采是骄蛮不将功保健，现在是我实的爱马头将你用，罢了。父世之间何必将思念情，害我今日将好事停。哎呀，强行逼我将军神礼来拜，我便会没问题，没问题。那个柔宇哈，柔宇不要乱那个哈，那个。黄正呢？黄正是昨天哈，我也有看到黄正进来哈，所以没问题的哈。他应该昨天有听到歌了啦哈。来，我们继续来聆听一诺打金枝的 CD 专辑喽。照片照片，我拢有照做，你讲爱，免来了山。手甲我拍，哪有这么简单放你线？想要造反，既然互我知影，本宫就要闹甲互你背受山。我爱心头怒火起，决心将你来教死，你给我等咧！
怕你唔知理，唔知义。今日请你食竹笋炒肉丝，你要做啥？我要教死你。你自手。心惊当前看对爱，大家当手一看卖，想兵做事想摇摆，定要打落兵你心地改。待到兵子万斤一看，抓定阿头来认输。哎呦，来这里听。当着我嘛是拍金赛虎，定面相片，我当寸金。怪爱对我上帝的边个老？别插嘴乱讲，咱都无空间通参详。驸马今日上介用，三打金鸡不通用。观众，你有想要看无？哇！怪爱你太过分，两摆斗我够无够？你真歹心，唔离互我走，我要亲嘴甲惊头，互你过到我门草。你还阁唔知悔改，想要看的，跟我一摆扑啊声！观众热烈扑啊声，金财宝满大厅，三打金鸡假是你这只狐狸精，过来孝心，互你着车囝。公主做事理不明，言虽互人心头硬，动手假死医生病，奈何nim跳心无命。不怕挑衅，无将面，因为爹娘啊，望千里，风风翻边啊，冲了去。